那个恁妈找你钱，你借给她了吗？没借，你别借，我直接给他了。直接给她了。啊，我直接给他了。我从小给俺妈要钱，那都是理直气壮的。啊，俺妈一把屎一把尿就把我拉扯大了。她现在需要我了，我还得叫她低三下四的来找我借呀。那你给她了，她说啥还了没？不是为啥要还呢？啊，我从上学、工作、结婚、买房，你包括咱俩生小孩，她哪样没贴补咱呢？她叫我还我没？那她当大人了，给孩子贴补不理所应当的呀？理所应当的。我现在大了，有能力了，她现在老了，那我给她养老是不是也是理所应当、天经地义的呀？啊，做人你得讲良心，要不然你还算个人不？那上个月恁哥给恁妈了5万块钱，那你咋不问恁嫂，恁妈还他了没呀？那是俺哥的钱，关咱啥事啊？对呀，那今儿我的钱关你啥事啊？可不要這麼樣，徘徊在目光內，你會察覺。